Tech Kanto AI 伴侶玩完，中國新規殺到。字節跳動嘅豆包同阿里巴巴嘅通義千問，因為中國新規定要停用自定 AI 代理功能，影響好多用戶。自定 AI 伴侶暫時玩完，以後唔可以同 AI 伴侶傾偈。SpaceX 燒衛星燒到出煙，半年燒毀260顆 Starlink 衛星，每顆重2700磅，燒毀過程引起環境爭議。FCC 仲想豁免環保規管，令人擔心。咁樣燒法真係好離譜。歐盟新例 WhatsApp 要 scan 你啲 message。歐盟理事會用快速通道推行 Chat Control 1.0，要求所有通訊軟件例如 WhatsApp、Signal 等強制掃描用戶嘅信息同檔案，目的係打擊兒童色情，但就引起私隱爭議。私隱都冇埋，唔係嗎？ GPT 5.5 Codex 爆煲，有開發者發現 OpenAI 嘅 GPT 5.5 Codex 喺處理推理任務時，token 聚集可能令到性能下降。呢個問題喺 GitHub 上引發討論，有225人比賴，78個留言。開發團隊要留意呢個 bug 啦。Jim Keller 新搞作 Fab 2出世，由晶片架構大師 Jim Keller 同 DIY 半導體先驅 Sam Zelloff 創辦嘅 Atomic 正式改名為 Fab 2。佢哋嘅目標係起一間工廠，專門大量生產小型晶圓廠，即係 Fab，推動半導體製造民主化。晶圓廠都有得量產。新奇，美國250週年變 AI 實驗場。美國250週年慶典變成 AI 集體智慧實驗，模擬250人聚集討論重要議題，用 AI 提升群體決策質素。用 AI 模擬開會，幾有趣喎！訂閱我哋，再見。